今仔日开工，天气反寒，而且佫真湿，受到咱的天气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路南的影响，加上华南喷河区向东边线，各地温度下降，落雨机会嘛增悬。尤其是北台湾温度会直头下降，愈晚会愈寒。也若这款天气会一直到礼拜三。8月初6开工，拄到大陆冷气团来，各地温度拢降甲真明显，而且华南喷河区向东平线、北部甲宜兰地区，规工拢是湿个冷，落雨的机会真大，而且范围真宽。暗时了，各地温度会降到12到14度，甚至可能会更较冷。拜2到拜3上寒，中部以北较空旷的所在会降到10度，或者冷却影响温度会更较低。那可能最低的温度在北部跟宜兰地区，大约都是在11度上下。至于在其他地方都是在12到15度，所以全台都是相当寒冷的天气。这些温度可能在空旷地区或者是金山区有可能再低个1到2度，所以在礼拜2清晨跟礼拜3清晨这2天可能会有部分地区低于10度。温度加水汽配合，北台湾2500公尺以上，抑个中部3000公尺以上的悬山有可能会落雪。这种湿个冷的天气会一直到拜3、拜4、拜5，大陆冷气团慢慢减弱，温度回升。因我所来拜6，各有冷气团会来，温度会更降。那目前预估的强度是冷气团，但是还是要等更靠近台湾确定它的强度。但是至少可以把握的地方是在周4跟周5，是我们最近这一波冷气团减弱的时间，所以大家要多把握回暖的时间。在国道路况的部分，收假日过到了，又有一波上北的车流，因为天气不好，也有真侪英路人伫咧初3、初4就上北。高公局的有高交通量调整真济，109万车公里。国道5号上北所到头城入口高承载管制提前至5点结束。另外，伫离岛金门机场等保卫的旅客较侪，所以业者加开金门往台北一台次，而且用大台飞机，希望大家拢会当顺利登机上班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